大家好，今日2026年嘅1月29號，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禮拜一喺北京舉行嘅一個研討會上，透過視像向特區管治班子發表講話。研討會以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為題。行政主導係手段，良政善治係目的。上屆政府盲推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社會嚴重動亂，改變咗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當時只係承認解說不足，並冇對整個災難性嘅失誤作坦誠透徹嘅檢討。反修例風暴係一個政治同埋政策一敗塗地嘅括住完美嘅公共政策教材個案。特首李家超同班子有冇深刻反省、吸取經驗、總結教訓，至今未有公開交代。佢嘅任期仍然剩有17個月。大埔宏福苑火災徹底暴露咗建造業有議員形容嘅爛無可爛、政府規管不足等問題。去年最後擱置咗垃圾收費，亦都已經響起咗政策制定粗疏嘅一個警告。近日就再出現所謂安全帶之亂。行政主導制度之下，近年越講良政善治，政策從制定到推出接連出現咗亂象。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特區完善行政主導，針對嘅相信都係講緊呢啲管治失誤同埋不足嘅個案。垃圾收費前後醞釀咗冇20年都有10幾年。李家超政府2024年先推行試點試行嘅計劃，社會出現咗一啲反對聲音，市民行業擔心實施會出現混亂，政府急剎停呢個試點計劃。去到舊年正式宣布任期內都暫緩，即係唔搞。呢個政界政府唔搞，下政府係咪搞呢？唔清楚，同擱置其實冇分別。強制巴士乘客使用安全帶嘅規定，包含咗喺2025年，即係舊年嘅與道路交通有關的3項附屬法例。舊年9月以先訂立後審議嘅形式提上咗立法會，喺議員不反對下通過，對上呢個禮拜日正式生效。社會對法例怨聲載道，有份通過呢個規定嘅上屆議員承認低估咗市民嘅反應，討論唔夠透徹。資料顯示，議員認為無需要諮詢公眾，信政府已經做咗，以靠估就當係高效率。面對民意壓力之下，有議員呢就開始改口風。有政黨就話半年之後檢討。政府又知道唔可以死撐，但係又無法廢咗呢條法例。現實上又難以即時執法。官員口口聲聲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規例禮拜日生效咗，裏面冇過渡期、適應期。運輸及物流局嘅局長陳美寶就承認要檢視、改善同優化，但冇直接回應會唔會暫緩法例，又反覆強調現階段係以宣傳教育為主，又將視線轉移到宣傳教育同埋安全帶鬆緊同埋清潔等問題，迴避咗公眾質疑安全帶規定嘅一啲基本問題。安全帶之亂發生至今，官員仍然未掌握問題所在，又或者根本否定係一個問題，可能認為只係市民一哄而起，借呢件事鬧政府，最後會適應，唔接受，最後亦都要接受。
政府選擇企硬，但執法與否就模糊化，轉移視線到安全帶鬆緊同埋清潔等問題。違法罰則嚴苛，市民無力亦都無意對抗，唯有消極抗議，例如選擇搭巴士就企位，或者淨少搭巴士小巴，會唔會呢？政府一心相信立例係為咗市民嘅安全，但係當中的確有唔少人對規定有合理嘅質疑，例如企位嘅問題。政府同立法會冇作認真嘅回應，社會出現怨氣，並非無緣無故。有前議員就建議對規例作調整，又被網民指話佢事後孔明，但事後再回帶睇返重播，的確係有助查找問題嘅根源，然後作出補救。政府提出立法嘅時候就話立法係因應2018年大埔公路嚴重交通意外之後獨立委員會嘅建議，並且話好多地方都有相關法例規定，但係傳媒翻查一啲資料，呢個調查大埔公路巴士意外嘅報告裏邊並冇提出話要立法懲罰唔扣安全帶嘅乘客。而政府研究多個地區做法之後，亦都話冇一個喺法例上係規定乘客座椅必須裝設安全帶。陳美寶被記者問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冇直接回應，只係強調政府冇誤導。假如2018年大埔車禍個個案咁重要，顯示咗乘客必須扣安全帶，點解去到2026年嘅1月相關嘅法例先至實施呢？生效咗又未正式執法呢？立法既然遲咗7年，點解又急於先訂立後審議，唔花啲時間去諮詢公眾呢？夏寶龍要求議員同政府同唱一台戲，唔可以拆台，但係亦都要多補台。搭巴士扣安全帶規定，包括立法需要、適用嘅範圍等政策制定嘅基礎工作未做好，議員是但通過咗，只係做咗台上嘅報警版，冇做好監督嘅份內事，或者所謂補台。政府以為解決咗一個老問題，但政策制定水平下滑，立法會議員冇補台，傳媒監察乏力，只能夠事後回帶睇返重播，查找不足，向返啲官員提出啲問題。佢哋啲問題提出嘅問題，其實都係唔少市民滿腦子嘅疑問。政府希望市民逐漸適應扣安全帶初期造成嘅不便。當不便成為生活嘅一部分，呢個係咪立法嘅初衷呢？市民要求一個坐巴士扣安全帶要接受不便嘅一個合理解釋，台上嘅官員議員聽呢啲市民嘅聲音有幾難呢？假如仍然相信呢整個所謂安全帶之亂，只係有啲人借件事鬧政府，又甚至認為嗰啲怨言都係言過其實，都係好多人係讚好嘅。呢班人官員議員應該先多去坐下巴士小巴，呢個有幾難呢？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